好，安尼咱就准备来开始哦。好，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好，咱今日要来开始今仔日的圣经共读。咱要来带先来请美英执事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请阮的阿爸爸上帝，一透早，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来感谢阿罗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阮永远的石盘。感谢你赏赐互阮宝贵的话语，互阮会当透过圣经来明白你的真理。即时求你安静阮大家的心，洁净阮的心思意念，赏赐互阮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你对阮的教示。嘛感谢陈牧师哈尼用心的带领，阮实在是一阵有福气的人。即是恳求圣神带领阮大家共同读经的时间，恩典满满，甲阮大家同在。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今日要来读的是共读的第6讲，咱要读的进度是提摩太前书的第5章对第1节要读到16节。咱要请李主长老来带咱来读今日这段圣经节。好，毋通责备老人，就亲像劝老爸安尼甲因劝，就亲像劝兄弟安尼劝少年人，就亲像款待老母安尼款待老妇人人，就亲像款待姊妹安尼用完全纯洁的心款待少年的妇人人，就尊重真正无依我的寡妇。寡妇有囝儿孙，这个囝儿孙就大先伫家己的家庭学习孝顺的本分，来报答因的士大人，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真正无依无我的寡妇，只有仰望上帝，每日继续恳求祈祷。毋过车花的寡妇虽然得活，其实是死。你着将这个甲因教示，因才袂受责备。若有人无照顾亲戚，特别是无照顾家己厝内人，因已经背叛信仰，比无信的人搁较害。寡妇着超过60岁才通登记，伊着只有结婚一遍，着有做好事的证据，亲像养育儿女、接待厝外人、甲信徒洗脚、帮赞拄着患难的人，专心做逐项好事。毋过少年的寡妇毋通甲因登记，因为因情欲一个冲动离开基督，就想要嫁，违背当初所下的愿，逼到家己厝罪。搁因学评断，一家过一家洗透透，毋若评断，搁嘛爱讲人的是非，爱插闲仔事，讲毋应该讲的话。所以我爱少年的寡妇搁嫁生囝，料理家己的家庭，才袂互对敌有机会讲咱的歹话。因为有一寡寡妇已经离开去对撒旦，信主的妇人人，厝内若有寡妇，着家己甲因照顾，毋通将即个担撒互教会，教会才会当照顾遐个真正无依我的寡妇。好，感谢李主长老带咱读这段圣经节。咱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我的画面，OK，好，出来了。好，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咱牧师是真意爱讲，咱会当通过复习，互咱对圣经的结构脉络，会当做一个了解。虽然拢听过，搁再听过，但是互咱会当对圣经这个头甲尾，才袂断章取义对第1章讲到保罗对以弗所的命令出伫听，是要来健全福音。然后讲到保罗伊的感谢，因为基督救世间的罪人，佮考劝提摩太爱真正迄个好的真正。第2章讲到爱用基督，是上帝的旨意，甲上帝建立关系，互人会当得救。保罗为着这项事做使徒教师传道，互万百姓明白真理。特别是查甫人爱基督，毋通生济；妇人人就爱用学习真理的智慧，较赢外在的
这个水，然后男女拢爱来认捌尊上帝权柄，尊重上帝权柄，才会互上帝的咒诅变做祝福，嘛袂互上帝祝福变做是咒诅。第3章讲到教会所选出的即个监督甲职事，毋是只有用选，是爱对家庭来建设开始，所以监督长老是爱帮助教会向外行出去，职事是爱帮助长老，互教会的内部，每一个家庭拢会当稳固，这是伫安尼整个就诚做上帝的厝体。是起造伫真理的条条甲根基，这也是基督敬虔的奥秘，是甲通过教会来显明。进入到第4章，保罗开始讲，这拢是信心的提醒。伫幕后有人会来离开信仰，受魔鬼欺骗，甚至魔鬼的背插，禁止人的过错，禁止人袂当做这个，袂当做迄个，将上帝的美善变做是歹意。所以就爱用上帝话甲人的祈祷明白真理，用感恩互相，才会一切会当诚做信哦，来明白上帝伊的美丽。然后保罗爱提摩太来思想，按怎做基督的好职事，就是好萝卜来传讲正确的教义，嘛爱毋是只有操练身躯，嘛爱操练对上帝敬虔，来明白迄个永远话的应允。这是长人分享的，看起保罗甲伊的团队，每一个同工拢是安尼努力打拼，就将这个望寄伫永远的上帝。然后讲到提摩太个人，伊虽讲少年，检测伫30岁左右，但是毋通互人看轻伊少年，就爱伫各个方面做信徒的模样，然后爱伫上帝话爱用心，毋通忽略过去所得到信心的温顺。然后提摩太就爱伫遮个代志，爱专心，爱进步，爱互人看出伊的成长，安尼就当救家己，嘛会当救所有听伊劝勉教导的人。所以咱个根据，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就伫讲话行做疼心信心纯洁做信徒的模范。咱要进入到第5章，咱当看到伫当时以弗所即个所在。伊是发展了非常的大，非常的好。包括咱今日去以弗所来看遮个遗迹，行遮个以弗所的街道，互咱会当想到一句话讲：条条大路通罗马。确实，这个路是大国宽，伊是为着要互遮个战马，为虾米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要互遮个马车会当足紧的，军队当快速的抵达，还是讲快速的通过？所以迄个。罗马大军若要出征，还是讲若要去发动的时阵，遮个路拢去为因来便啊，所以因会当快速的打击，啥物都所在，若有遮个要反抗的，啥物所在，有遮个波动，因拢会当真紧就来到。但是每当看到即个所在已经诚做一个车雅繁华的所在，包括即马留落来，遮个古迹桥庄遮个石头都遮尔大，嘛表示讲迄个时代现真侪人伫遮来发展，包括即个罗马，就是以弗所的即个剧场，这是起伫一个山坪的山腰顶悬，然后会当坐25000的位所以使徒行传的19章的暴动。就是踮伫即个所在来发生的，嘛是互咱看到圣经的记载，甲历史、甲地理，是会当结合起来，嘛当知影讲，迄当时教会伊的环境甲背景。伫今日即段第5章，1到16节，头前一半咧讲的2个重点。第1节甲第2节是咧讲到教会中间。对待男女老幼的基本的原则是啥物？然后第3节到16节是咧讲到教会中间安怎样来帮助遮个寡妇，保罗所设的遮个规矩伫教会中间提摩太少年，所以要去考卷老人，也是要考卷少年人，也是要考卷姊妹。提摩太反世到即个时阵还未结婚，咱无法度知影。但是伊若要去安怎考卷因呢？保罗讲一个秘诀，
就是将遮个男女老幼当作是家己厝内底的老爸老母小弟小妹安尼一样来方式来款待因劝解因这就会当得到帮助。然后对待教会寡妇就是爱先知影谁是真正的寡妇。那如果这寡妇有亲人，就爱是照顾伊的责任是这亲人，因为当时妇女的地位较低，虽然失去丈夫以后，伊就真容易伫迄个时代袂当活落去，无像咱即卖社会福利制度已经遮好势，你会当找社会局，你会当找社工员，你会当去找全家全联，因拢会有一寡遮的基金会帮助遮社会基层的人。但是迄当时无，所以教会就变做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窗口甲媒介。保罗讲，什么是真正的寡妇？就是无依无我，只会当倚靠上帝入眠，祈祷上帝的人。所以保罗伊有应该是伫迄当时的教会就设一个制度，就是真正无依无我的寡妇就要来教会登记，这个登记有条件。无符合这个登记的就无应该受教会的帮助，爱将这个资源留互别人。所以保罗讲，少年的寡妇也会当认真好脚好手会当拍拼，就无应该教会来甲伊帮助。然后寡妇嘛爱了解伊的原因，嘛爱尽责任，牧养的责任。所以在看这段圣经的时阵，甲咧看第2章圣经同款，男人要怎么样，女人要怎么样。嘛爱不是只有照字面上，嘛爱了解伊的背景，了解伊的伊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才会当看这段圣经的时阵，会当正确的了解。咱要询问的是讲，为什么以弗所的寡妇特别多，特别需要人照顾呢？有可能伫迄当时罗马帝国的内面，罗马军队拢爱征调遮的人来做兵，做奴隶，所以罗马的军队需要征召遮的人，所以遮少年的查甫人，出去相战相刣，伫战场，就会来失去伊的性命，结果伊伫厝内底的某，可能还未生囝，就变做是寡妇，也是查甫人，出外拍拼，出外工作。因为像哥林多教会同款，哥林多是一个海港大城市，所以伊伫迄个所在，非常多人伫遮来淘金、趁钱，所以以弗所嘛是同款，以弗所原来是劳力的所在，所以真多人会检测出外拍拼、工作、驶船走船，也是去送货等等遮的，伫即个半路去就是。一担半担，也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甚至有可能查甫人过度劳力，也是过度放纵情欲，因为罗马帝国到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这个时代时，已经尼禄皇帝甲伊老母拢甲伊抬死以后，所以整个罗马帝国会当讲尼禄的迄个真面目显露出来。所以互整个罗马帝国社会拢受到这道德沦丧、情欲放纵情欲这代志，所以可能离言放杀伊的某，然后就出去无可转来，也是等等其他的原因啦。但是咱知影，保罗13封的批信中间，特别就是以弗所是咧提摩太前书讲到寡妇的这个篇幅上多。而且咱对第1章读到第5章，即马只用较长的篇幅，对30到16节，安尼拢总14节的比例咧讲到寡妇的问题，可见即个教会内面的寡妇的问题已经真做以弗所教会内面真要紧真大的一个代志哦。比头前在讲的迄个假教师、假先知，安尼禁止人嫁娶保罗用的这个篇幅更较多哦。如果咱是以弗所教会长老，教会内面有遮侪寡妇的问题，你会安怎样做？你会想要安怎样去治理教会，去牧养遮个教会？如果你是遮个长老的左手，就是执事，执事就是做长老的助手，帮助的助迄个左手。你要安怎样去执行？执行遮个
长老因开会讨论出来讲，哇，咱要去照顾所有寡妇，爱负责因的食穿因，甚至爱找所在互因住，因为这寡妇圣经讲爱照顾孤儿和寡妇，这对古早旧约圣经就安尼教导所以就爱去照这个目标来做。所以若是即事安尼，你会安怎样做？若是10个寡妇、50个寡妇，还是甚至搁较侪时，教会要安怎来帮助伊呢？我想这也是以弗所教会拄到的问题，也是保罗特别用篇幅来记载。今日这段圣经咱会当看第1节、第2节讲到老年的男性、年轻的弟兄、老年的女性、年轻的姐妹所以讲男女老幼拢讲到所以伫这个真简单的原则。就是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区长、小组长，咱做教会牧养会事工的时阵，不管对待什么款的年纪，咱爱安怎对待因，就是对待因亲像对待家己的人同款。这个老弟兄就对待伊像家己的老爸，少年弟兄就对待伊亲像家己的兄弟，对待老姐妹就亲像对待家己的老母，对待少年的姊妹就亲像对待家己的厝内的姊妹一样，安尼这个界限就是拢会伫这个家的关系的保护当中，你袂发生暧昧，你袂安尼无规矩，没大没小，你袂安尼叫人嫌东嫌西，所以这是一个足简单的原则。伫教会，咱当作是厝内的人，厝内的人就应该毋是伫迄个其他的关系上发生错乱，颠倒是咱就是用对待安怎对待厝内人，就来对待教会中间，特别是做长老、执事、区长、小组长的时阵，爱有的这种的角度甲这个角色。第3节开始讲到寡妇所以真正守寡的妇女无依无我的寡妇。保罗伫遮提醒，像是真正的寡妇呢，如果伊有囝儿，还是有孙还是这个家己的孙，安尼照顾因的责任，毋是伫教会，是因的囝儿、因的孙因的孙，爱来照顾伊爱来照顾伊，因为这才是友好，所以才讲尽孝道来报答父母或是阿公阿嬷。这是上帝所欢喜，所以保罗真清楚，10条戒第5戒就孝敬父母，包括阿公甲阿嬷，这拢是上帝互咱的责任。第5节讲真正的寡妇是无依我，到一个程度，伊也无囝儿、无翁、无囝、无孙，无亲情，无人会当帮助伊，伊只有仰望上帝，迷入基督，求上帝的真济，上帝的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寡妇。所以第一步就是教会爱去分别，要去关心，毋是只有寡妇，包括孤儿，包括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爱先知影讲，因到底因厝内底有啥物人，因的厝内家庭有啥物人，毋是所有来到教会，是孤儿是寡妇，就一直爱甲伊斗相共。爱先做一个调查甲了解，今仔日政府嘛是安尼，做社会工作、社会的福利嘛爱拢爱先做一个家庭的背景调查，爱将这个责任分得清楚。但是第6节讲有一寡只有想要享乐的这个寡妇虽然我但是已经死了，就是伊呢虽然可能是无依无我。但是伊嘛咧像希腊人同款，追求活在当下，享乐主义、纵欲，也是定家的。在希腊哲学当中，有一派就是活在当下。虽讲这寡妇也在活，但是伊的灵性其实是已经死啊。所以保罗爱第7节讲，你就要安尼甲因教导，免得这的姊妹、寡妇，这的教会中间、社会中间的弱势呢，受到人的指责受到人的指责，所以咱会当看到有的就是鼓励这种的问题，做成教会的这个歹名声
第八十，若是有人无要照顾伊的亲情，特别是家己的厝内的人，就是父母、阿公阿嬷，等等，因就是背杀信用，比不信的人搁较歹哦。所以保罗直接讲了真清楚，咱毋通想讲咱家己的信用顾好，因为基础是爱先家己的厝顾好，安尼咱才会当顾上帝的教会。咱爱将家己的厝内人料理好势，咱才会当来做教会的工，包括长老执事、区长、小组长，当然无可能讲做到100分，但是至少爱做到对上帝的交代，对上帝的交代，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然后第9节，寡妇的登记，有几个条件，这个登记的意思是讲，要造册，造册就是讲。这人是逐工来教会，可能来领便当的，可能来领物资的，可能来登记会当住伫教会无，等等遮，因为伊真正无法度无所在，所以保罗甲提摩太讲，检查遮个代志是提摩太进前无合学着的，所以保罗才特别写这封批信来甲提摩太讲。嘛，可能是以弗所所在，这个寡妇实在是太多啊，多到教会上无引起，所以保罗才用这个篇幅，遮尔啊详细定这套的办法。头一个就是爱60岁以上，代表讲已经到一个退休啊，无法度搁工作啊。过去的古早人的性命嘛，比咱现代人较短，所以会当食到60岁，反正就是今仔日的70、80以上啊，就是已经无工作能力啊。而且呢，只有结一摆婚，然后有好的名声，譬如讲，对家己的囝儿照顾了好势，也是伊常常咧当接待出外的人客，也是去洗信徒的脚，是信徒的脚，就是讲伊欢迎信徒来到因兜，因为咱看到迄个约翰福音，耶稣参加婚宴，迄个水呢，就是咧洗脚的水。就是你若要入到因的厝，就要先甲因洗脚安尼，也是讲扶难济急啊，帮助遮个困苦需要的人，尽力做逐款的善事，所以才有5个条件，就是要登记伫教会，受教会的遮个帮助的寡妇，你会爱有，然后伊嘛爱伫教会中间有参与，然后伊嘛爱有伫教会中间留落来遮个好的记录。安尼教会甲因帮助，即个资源肯定才有符合，若无顺，教会无拄，大家拢爱安尼来帮助。但是另外在讲到少年的寡妇袂当登记，因为因要少年，因要会当工作，因要会当嫁别人，所以因凡是人甲因约，人来甲因斗阵的时阵，因就会过去有机会嫁别人，所以变做教会家的负担，所以13节佫讲到，这少年的寡妇一寡行为，毋是每一个少年的寡妇拢安尼，但是表示讲咱看到因伫教会惹啥物代志呢？因呢违背所许的愿，就是讲伊要登记教会的寡妇，但是伊家己佫去介意着别个查甫人，然后佫伫教会内面，产生了这个情愫，所以就开始谈恋爱啊，也是安尼有交男朋友啊、女朋友啊，所以佫13节，浪费光阴，爱家爱父，伫说，然后伫斗，伫讲人的是非，然后佫较害，就是插因仔事，讲无应该讲的话，这拢互教会内底无平静啊。所以14节保罗讲，我宁可遮个寡妇佫去嫁，嘛爱少年的寡妇佫嫁生囝，料理家己的家庭。所以重点是照顾自己的家，就是对头来，先甲家己的厝创较好势，莫一工拢伫教会底惹代志，安尼才嘛袂互敌对我们的人没有攻击的把柄。可见遮个年轻寡妇已经互以佛所教会带来足侪破口，互教会伫外口去互讲甲变做好诶，变做是歹。
因为还有一寡寡妇改变初衷，对撒旦，所以第4章讲到一寡对撒旦的，是拄着异端，才会迷信，去有才其他的宗教，来进入魔鬼的圈套，受了这个印记烙印。但是第5章，才会人去对撒旦的，是因把教会名声创歹去。然后是因为人家己的无规矩，家己的无照步，互撒旦来破坏教会。16节讲，如果信主的妇女厝内底有寡妇，所以这佫是一个条件，无一定是亲情，但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因为弟兄要照顾弟兄，姐妹照顾姐妹。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即摆讲的寡妇，嘛可能讲到独居的老人、独居的弟兄，信主的人厝内底若有安尼，才会信主的人就要照顾因，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目的是教会才能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重点伫最后这节，为什么保罗设这个条例、这个规矩？就是要互教会做应该做的代志教会应该做的代志，啥物？伫使徒行传，伫第6章的所在，咱就要看到教会分裂，因为这个使徒逐工拢在煮饭，要分互这个寡妇来食。这个寡妇中间有一寡是讲希伯来话，一寡是讲希腊话，三心教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这12个使徒，因就讲因需要有特殊deacon，就是这帮助者来帮助因，因才讲，阮才会当去做专心去传道祈祷，这个事工无阮这个使徒逐工就咧透早起来就去菜市仔买菜，然后就爱行灶骹，然后煮好以后规身躯干洗碗，洗鼎等等的，然后暗顿佫一改。安尼因规工就咧母遮的，就袂当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造成教会真大的负担所以即使出来嘛是安尼，但是咱看到使徒行传7个即使的中间，有一个叫做司提反，Stephen，这个司提反，伊原最后伊敢有伫遐逐工咧煮饭。嘛无，伊最后创啥？司提反，伫第8章遐，第7章遐，伊就去传道理伊就去甲人伫辩论伊嘛咧去传福音，为真理在辩护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即使算出来，嘛无拄拄拢关伫灶骹，因嘛是用教会上要紧的工课做头前，所以互咱看起讲，教会毋是一个。做社会的工作的所在，那定不是讲教会都不能做，是讲教会不能只有做社会服务而是做社会福利。比服务福利较要紧就是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只有传，是爱教导，是爱培养这个执事、长老、监督，爱栽培这个人来继续继承教会的棒子，安尼。毋通将这担拢撒互教会，咱传福音拢是出去传一寡寡妇孤儿，倒来教会，叫教会过来照顾因，搁出去传福音，搁招足侪孤儿寡妇倒来，安尼教会永远就无法度有够格的人来做福音的工作。但是教会要帮助的是真正无意外的人，所以这张图，就是耶稣在圣殿看到一群人咧奉献，但是一个寡妇奉献2仙钱，将伊一切拢献互上帝。这是耶稣会当看出讲，上者是养真正无钱的，真正无意外。这耶稣的焦点就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这是教会嘛，要用耶稣的目睭来看这个焦点。伫这个以弗所，一个真著名的这个圣地，就是这个圣约翰教堂。这个教堂呢，就是使徒约翰带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尾仔来到以弗所伫这个所在。约翰死在第2世纪所以咱知影
提摩太死在第1世纪，约翰假国卡老他还被放逐到拔摩岛，然后对拔摩岛带来以弗所。所以约翰在提摩太的可能后边再来接以弗所这个教会，而且约翰到那时候已经变成长老，变做是长老不是使徒的身份，而是长老的身份。这个大教堂呢，即马看到的拢是主要第6世纪，所以不是初代迄个时阵就有的，拢是尾啊。然后还有一个童贞女之家，就是玛利亚和约翰接来这个所在，然后伫这个所在，伊会徛家，但是嘛无可能迄当时遮大间啊，这是豪宅啊，这是伫20世纪时阵，一个德国修女，刚去托梦推到这个所在，然后人才甲起起来，一个纪念玛利亚的教堂。伫约翰福音19章，耶稣伫十字架顶，就对约翰讲，对伊的妈妈玛利亚讲，母啊，看你的囝，迄个囝，毋是耶稣，是约翰。然后对约翰讲，看你的老母，你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就是你的老母。所以遮写讲，对当以后，迄个门徒就接玛利亚到家己的厝内底去啊。所以约翰这个时阵，10几岁啊，10几岁还未20岁。但是到第2世纪，约翰过身的时阵，90几岁，咱毋知影玛利亚活偌久啊。但是呢，对10几岁照顾到约翰家己到10几岁离开约翰是12个使徒当中唯一不是破病不是去用迫害，不是去用人定时的给他是安享晚年然后伊但是活较时间满足，食到90几岁，这是唯一一个。但是呢，伊的责任就是照顾玛利亚。其实耶稣伊有小弟有小妹，但是呢，毋知啥物缘故，但是咱知影受迫害，所以约翰一直将这个玛利亚带伫身躯边，嘛尽照顾伊的责任啊。这是互咱伫圣经看到。今日这段圣经讲到安怎对待教会的兄弟姊妹，对待寡妇，甲教会要照顾的寡妇是最后。对待兄弟姊妹，对待亲像对待因，亲像对待家己的厝内人。对待寡妇，爱知影责任伫倒位，然后照顾寡妇的原则就是年老的60岁退休的优先，有信用建设的优先，无依无我的优先，然后这寡妇毋通伫外口惹代志。对着这个逮到辱骂的把柄，嘛毋通拖累教会啊！家己会当工作，家己会当趁钱，但是要来食教会、用教会、请教会啊！这就拖累教会，安尼教会才会当真正去救济，真正无意外啦。今日的经句第3节，要尊敬真正守寡的妇女，要尊重真正无意外的寡妇 ，give proper recognition to those widows who are really in need。咱三个来祈祷。现在主，阮感谢你，互阮伫早起的这段会议的中间，互阮来思想教会所拄着的重担，也是环境，也是挑战，也互阮明白教会内的次序甲优先顺序。教会要紧的工作是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教会也有责任来照顾社区社会上的阶层，才会弱势。也愿上帝帮助阮，互阮通过保罗的提醒，更较有智慧、有原则，也明白安怎样做一个好的小组长，做好的区长，好的执事，好的长老，伫关心照顾别人时阵，嘛要看去因家庭厝内底建立家庭正确的次序，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受应该受的照顾。也愿上帝祝福阮伫今日一切所做拢有主同在，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